来看今年顶半年台湾景点排名前10名，第一是台南安平，因为年初有办灯会，顶半年的观光人数是超过1000万人。若比对去年的排名，台中的逢甲夜市一中上款，今年拢无名，游客嘛减少。台中市府表示会分礼券，希望会当整平观光。老街人丁可可，未少民众趁中秋假期出来行搭，因为今年台湾灯会，台南安平国宝甲老街附近，1月至6月观光总人数有1000万，加做顶半年10大受欢迎景点的头名。台南就是一个非常美食的地方，然后也很多玩乐小吃，会让我们大小朋友都非常喜欢。你这若行去老街，人家都红险的。10大景点除了安平、鹿港老街、文化路夜市啊，中了老街客烟花的步道。甲嘉义过义新活村，拢是今年新的列入去统计的景点。去年有排伫前10名的，敢若像北港朝天宫、甲武德宫，名单会当讲是大洗牌。很多地方都是真的改变很多啊，就景点也变多了。高雄埔子甲爱河因为维修的阿米亚等等的活动，所以有排入去10名内。台北101是因为今年改用日条计算器统计有日本，去年前10名毋但有8名落地，其中国府纪念馆因为去年有灯会。地区今年甲去年同期是差真济，台中逢甲夜市啊，甲一中上款，毋但拉出去10名以外，人丁嘛减差不多1%至6%。一中商圈平均每个月的这个来客数大概80万人次。那依据以往的经验，在第4季的时候，来客数会成长到50%。串起的这些景点大部分都是属于商圈型的。如果是风景区的话，因为它距离城市比较远，所以去可能会住宿，一日游的可能是比例增加，2日游以上其实可能是比例是减少的。学者分析，受欢迎的景点换位，敢若代表旅游的趋势有改变。今年顶半年总观光的人数也是比去年同期增加。面对相款无调整，台中市府嘛按算要分第2波的物条券，希望会当带动相款的经济发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